升中派位放榜，77000幾個小六學生喺新嘅機制之下，8成4獲派頭3個志願，咁比舊年增加咗3個百分點。但之後學生選擇到心儀嘅中學嗰度叩門。吳定欣報導。派到心儀嘅中學當然值得高興。最辛苦唔會係讀書咯，成個過程最辛苦應該都算係我要喺呢幾晚捱啊，真係瞓唔着㗎，真係。喺新嘅派位機制之下，多咗學生獲派心儀嘅學校，開心嘅唔止學生，仲有佢哋。不過落空嘅學生就好唔開心。今年有77000幾個學生，8成4獲派頭3個志願嘅學校，比舊年上升3個百分點。得知派位結果之後，有學生立即去到心儀嘅中學叩門。喺沙田呢間英文中學，只係剩翻5、6個學額，幾十個學生同埋家長嚟盡最後嘅努力。如果有機會嚟到我哋學校讀中學，你會參加啲乜嘢課外活動？紀律部隊。學生先要接受面試，獲篩選之後，下晝會參加筆試。呢度學風好好啦，咁我啲成績應該都同呢度都差唔多，應該可以合乎呢個標準咯，所以我咪去呢間學校試下咯。嚟面試嘅學生當中呢，有啲亦都獲派到頭3個志願㗎，不過佢哋都嚟試下叩門，希望可以入到更加好嘅中學。亞洲電視記者吳定欣報導。